最高，故我咱唱一句就好，我欢喜未来，我欢喜主最高，故我好，咱南头唱第1节。一是正拍哈，第1拍正拍1。1、2。清水超波，1、2、3、4。清水超波，秋来高，春天里秋来超波，不必忧愁，不必忧愁，你好花雨声。是咧，下到时我唱唔对，春天美丽树木草花，哈，树木草花。咱来看第3节，第3节有歌词吗？你表的骨头，茫茫山天空，为了我最。小宝这句要练一改哈，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哈，永远到永远哈，这个音啊，这样很漂亮的划过去哈，永远到永远，好，预备来。永到永远路上里，永到永远路上里。真感动一首歌，咱来看第3首，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出来哦！愿咱记住耶稣基督，显明有得准备，天父上帝手术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1、2、3、4，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有得准备。天父上帝就是我，要他亲像我的。
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会快乐，心离开上主，这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焦燥的所在，无人徛起会兼计，因会亲像风暴，搁大丛的树。咱三甲来读唱圣诗26首。大愿感谢上帝，因转首。会众请起立。咱游玩徛哩，咱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路马也是死，伊为了耶稣路也是受苦，天是的死埋葬和因苦，第三日对小了国王，主天，他最全的爸上帝大名，伊的亚的心话话人也是人，我是信心，我信心，共同教会，信道相通，最下面要给我永远的大名，阿门。会众请坐。咱来看启应文第52篇，阿摩司书第5章。我来启会众来引。恁着朝着步青甲参青的迄位。叫海水来摒伫地上。伊互强猛的人忽然灭亡。
恁怨恨踮伫门口的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食人，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毋过无挡伫伊的内面。我知恁的罪过有偌重，恁欺负义人，受暴露，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话静静无讲话，着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着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厌恶，佮看轻恁的节期。虽然恁献烧血祭、甲素祭，互我，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咱三甲额头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照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顶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搁赐予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虽然阮是罪恶极重的人，搁常常得罪你，你赦免阮一切的罪。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阁是阮一时的帮赞，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快乐互阮，互阮伫逆境的中间，你阁赐阮教业稳定，阁用你的大快乐的双手，甲阮扶助，互阮会当倚靠你来徛在。今仔日是玉山神学日的奉献主日，玉山神学日是你所重用的器皿。正做侪原住民会当来搁较进一步来研读圣经，献身做你的奴仆的所在。愿主你的圣神甲因三角之地，伫今仔日不论是讲的、照着牧师的传讲，不论是听的，或是讲的，拢得到白白得到帮助。创造宇宙万米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来将王权做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着你的拯救，得到真真正正的平安佮福气，无搁沉沦伫拜偶像。求主你赐福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互因会当来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甲你来同行。愿主保守今仔日的聚会，为头到尾，拢总合着主你的旨意。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奉主的名。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
犹大甲伊的兄弟。犹大对大马色生法律书甲舍勒，法律书生以斯伦，以斯伦生阿伦，阿伦生阿米纳达，阿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文，撒文对拉合生波斯，波斯对罗德生俄别，俄别生亚西，亚西生大必王，大必王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阿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苏，阿哈苏生以西加，以西加生马西西，马拿西，马拿西生阿文，阿文生约西亚。百姓受牵线到巴比伦的时，约西亚生亚哥尼亚甲伊的兄弟。12节牵线到巴比伦了后，亚哥尼亚生撒拉特，撒拉特生所罗巴别，所罗巴别生阿比乌。阿伯有生以利阿金，以利阿金生阿索，阿索生所多，所多生阿金，阿金生以路，以路生以利阿撒，以利阿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即个玛利亚生的17节，安尼对阿伯拉罕到大毕共14代，对大毕到迁徙去巴比伦的时也14代，对迁徙去巴比伦的时到耶稣各14代。愿主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
正的请林昌华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福音的起头。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三个昂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教导甲阮同在，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旨意。阮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救主所给的圣名求，阿门。真感谢咱同教会接纳药师信人院的这个请安，而且我代表信人院来向各位兄弟姊妹表达感激。药师信人院伫1946年成立，经过几落遍的迁徙，最后这个学校是伫这个花莲的寿丰的礼仪潭边。那学院一开始对这个独鲁古设立学校的时阵，敢若几啊位这个原住民的学生。到目前为止，除了大学部、甲大学硕士班以外，也有神学硕士班。这个神学硕士班包括本地甲国际的学生，以及无范学博士班的这个课程。这一切发展，如果若毋是上帝的带领，甲各位兄弟姊妹的长时间的带导甲帮赞，就无可能会达成。药师信人院存在的目的，除了为着原住民甲平地教会栽培传道人以外，学院也必须甲教会做伙来面对台湾社会甲教会的挑战。对药师信人院来讲，伫头前有3项真艰难的这个挑战，也需要教会的关心甲带导。头一个就是学院要安怎样帮助教会伫部落中间继续为上帝来做见证。早起咱听到以利同学真水的这个诗歌，咱会想讲，伫这个部落拢是大部分拢是基督徒，所以将来因离开信人院去到伫部落，伫遐传福音，伫遐伫服侍的时阵会非常的顺遂。实际上并毋是安尼。原住民的毕业生对育神毕业了后，头一个进到教会去面对就是经济的困境。
差不多对1970年代，就是原住民诶，即个接受福音，迄当阵讲即个福音大爆炸。孙亚国牧师伫原住民部落诶努力，使伫本地原住民无入捌上帝，到80%到90%诶人接受福音。所以20世纪即个原住民诶宣教被称作是20世纪诶即个新者。希望原住民接受福音，可是原住民大部分的即个经济拢真困难。除了这以外，也是因为教会伫原住民部落的即个宣教的成功，搁伫今仔日，当原住民因开始伫追求因传统文化的即个恢复的时阵，因都批评教会。当初为什么原住民的文化会消失？拢是因为基督教的这个关系。所以伫部落中间有流传一句话是讲：加一个基督徒，就减一个原住民；加一间教会，就减一个部落。所以高山圣人院的这毕业生，因毕业进入部落，因来面对的就是经济困境，然后再文化复振团体的这个批评。教会伫部落变作是负面的记号的时阵，新人伊要安怎样帮助这毕业生，互因、互教会知影，互部落知影，其实教会不但不是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杀手，颠倒是伫政府真严厉的这个控制下面，维持原住民语言的这个真重要的这个条件。这是头一个高山圣人院爱去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就是新人院师资的需要。目前新人院的这个师资也阁算充足，总是部分的教授年纪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限。严格来讲，第5年了后，新人院的师资的欠缺会变作是非常严厉的这个挑战。到底将来的这个师资要对倒位产生，要对倒位来？伫这个所在，我也呼吁教会，如果教会的这个青年，如果若讲对神学的这个研究、神学的这个教育有负担的时阵，你就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引带你头前的道路，然后将来会通来神学院来服侍，来帮助神学院的这个教育。这是神学院面对的这个挑战，这拢有法度克服，总是更较重要的。其实神学院本身，伊除了教育传教者以外，神学院咱嘛袂当否认，伊就是一个研究的机构。神学院伊需要去做较深刻的这个研究，不管是伫圣经学、系统神学，或者是教会历史。而且将这个研究成果，甲台湾的这个教会来连结。我个人是伫玉山神学院伫教教会历史。那就我个人的这个对教会历史的这个所接触的这个经验，我个人感觉这是非常甲台湾教会有真密切、真重要的这个关系。我对教会历史的这个研究是对严格来讲是对1999年开始，迄当阵我开始翻译开始抄写马偕的日记。伊迄当阵伫差不多98年搁较早97年、96、97的时阵，马偕有12本日记倒转来台湾。迄是马偕伊用手
写啊，然后长久保存伫即个加拿大马街的即个子孙的手中。后来马街的即个子孙愿意将即个日记甲伊捐献出来，啊，然后伫倒转来台湾，啊，伫即个1999年开始看即个马街的日记，啊，其实嘛甲同教会有关系啊。就讲马街伊为即个淡水，伊服侍台湾的即期间，差不多伊行路行70几遍，为淡水行到苗栗。啊，伊大部分拢是对为淡水过8里，然后行海路，哦，行海边啊，来到桃园这个所在。啊，桃园啊，伊拢叫做桃仔园，伊拢伫这个所在报道，报道了后，伊无住伫遮，伊拢阁继续往南伫中立迄个所在过暝。伫伊的即个方法普萨内面有讲到，伊伫中立过暝，伊甲迄间大的所在叫做女王饭店，哦，真豪华的一间饭店。总是事实上，伊是一个什么款的饭店？伊入去饭店内底的时阵，就是伊的即个房间是用竹仔边的即个真简单的面床，啊，然后呢，即个伊的即个壁顶头拢是蜘蛛丝，啊，然后伊讲伊逐遍困到半暝拢会精神。为什么拢会精神？因为伫伊的面床下有一只猪，甲伊做伙伫遐困，啊，猪会咕咕叫，打呼的声甲伊吵精神。阿妈该是真敏感的一个人。马该伊伫即个报道的即个路程中间，其实伊甲原住民有真侪即个接触。对宜兰来讲，宜兰甲巴兰族，因有真侪人姓该。啊，因为什么姓该？因就是用马该的这个姓来做伊的这个姓，因为甲巴兰族的人本地无姓，啊，因为真感念马该，所以用该来做因的姓。然后伫这个咱这个所在，桃园这个所在，马该称作平埔族，平埔族。其实伫学术上有两个称呼，一个这个所在叫做岛卡斯，可是嘛有一个迄个语言学者，伊认为讲这个所在桃园遮也阁算是古龙族。古龙这个古龙其实咱桃园鼓山的这个地名，就是为古龙来的。这个语言学家认为讲，这个古龙族就是大约伫桃园，岛卡斯是伫新竹迄个所在。所以新竹嘛是伊报道一个真重要所在。这个岛卡斯族就是为新竹一直到伫苗栗，然后有当时伊会落去到伫这个大社是这个白人族。这是平埔族。然后伊去到伫山顶，甲伊接触的族群有几个比如讲，即个伫苗栗的内山就是赛社。其实有一项代志，咱毋知，就是其实马街伊的太太叫张聪明，咱拢知影，伊是新妇去自细汉就做童养媳，然后伫五股迄个所在做新妇咱毋知讲，
这个张聪明是对倒位去这个5个迄个所在做神父啊？实际上对马街日记看到就是张聪明，伊是对这个屈笑就是新店内山。其实古早伫19世纪，屈笑叫做屈笑藩，是泰雅族。所以事实上，张聪明伊是泰雅族的人，伊无白脚。所以，伫即个史料内面，伫历史的记录内面，伊讲因为伊无白脚，啊，伊的即个大家看袂起，定定叫大家欺负，叫大家拍，所以到落尾伊的即个大家的即个伊阿嬷才安排伊甲马街结婚。这是即个马街甲原住民的即个接触。可是马街是19世纪的宣教士。伫马街伊的内面的一个记录，一个真重要，就是甲17世纪的即个台湾历史牵连做伙。伊来台湾了，伊捌伫和平岛迄个所在。实际上和平岛嘛是伊即个教育、信仰教育一个真重要的所在。伊当年的即个热天，拢会伫和平岛的遐带学生去的所在，伫遐，因为遐宣教士伫遐有一个休热的所在，因为伫迄个所在做伙生活，然后马街伫迄个所在教育学生。马街头一遍去和平岛的时阵，伊拄到遐个原住民，遐原住民就讲：你传的物件，就是阮祖先已经接受过啊。这点互马街非常的好奇。这群人到底什款的人？为什么？照理来讲，伊头一遍接触到的这个原住民，因竟然因的祖先就听过这个福音。所以，事实上，这个族伫咱的这个政府的文献叫做凯达格兰族。实际上，凯达格兰族并无存在。凯达格兰族实际上是19世纪马街后壁的一个日本的这个人类学家叫做伊能嘉矩，伊所号的名。实际上，这个族伫荷兰时代有文献叫做巴塞，巴塞，毋是巴塞哦，毋是台湾中部的巴塞，伊叫做巴塞。实际上伫台湾的一寡的地名内面有留即个巴西族的即个记号，比如讲伫宜兰，即摆宜兰即个苏花界通车，要入去苏花界的起头迄个所在叫做马赛。马赛原来的地名就是巴西，就是巴西族大的所在。所以检查咱蛮好奇，安尼，即个对马街跳到17世纪，14世纪到底台湾有什款的教会是什款的情景？其实咱长老教会伫3年前伫庆祝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总是事实上，咱过6年。今年是2018年，2024年的时阵，咱应该就会使庆祝福音来台400年。头一个传教者是伫1624年就来到伫台湾，荷兰人伫台湾有38年的这个时间。这38年中间，因做真侪代志，譬如讲。咱台湾的头一本圣经，咱拢会认为讲是巴克勒所翻译的罗马字汉字圣经，罗马字圣经总是事实上头一本圣经是西拉雅族的这个西拉雅话马太福音书，这正式的出版是伫1662年，总是差不多1643年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翻译啊，总是。开始是用手写的，后来到1662年正式出版。这本圣经咱伫册店还阁有法度买到。
然后台湾的头一间新人院，其实嘛毋是南神，嘛毋是北神。我会记我咧读新人院的时阵，南神甲北神了咧相争，到底啥人是台湾的第一间新人院？大成讲伊是1872年成立的，因为马介伫1872年来台湾嘛，迄当阵伊就开始招学生，有10年的时间伫牛群学堂未成立进前，有10年的时间，伊叫做逍遥学院，是到处伫用即个天空做教室，安尼的即个学院。若是南神，伊讲迄无算，应该是要对1882年牛群学堂设立了后才开始。安尼的时阵，南神就搁较早，因为伊讲南神是伫1875年开始有即个团导训练班开始。其实如果若讲到17世纪的即个历史界，看来做其实。咱台湾的第一间新人院是伫1658年就成立，叫做小龙新人院。小龙伫什么所在？小龙就是即马台南的嘉义。所以伫嘉义遐有一个小龙园区啊，迄个所在就是台湾的头一间新人院设立的所在。所以其实台湾的上个早的即个教育，西方式的即个教育，毋是刘铭传所设的中西学堂，是伫17世纪就已经成立，有新人院，有师范学校，还佫有小学。这是咱真少人知影，因为这资料进前无人做研究，所以真少人知影。还佫一个真重要，就是讲，安尼400年，因有这个文献，有这个资料，敢有故事？有啊。伫去年这个美国的一个导演拍一部电影 ，Scorsese 伊拍的电影《沉默》，咱大家拢知影，就是你讲到17世纪日本人。伫锁国了后，安怎样去压迫、欺负遐个基督徒的故事？其实共款嘛，偏偏伫17世纪，台湾嘛有沉默的故事啊。都是当郑成功来，伊甲荷兰人赶走了后，伊要求当初的这西拉雅的原住民必须爱放弃因的信仰，来接受。中国传统的这个信仰，头一个，其实郑成功来，伊头一个拜就是妈祖，所以台南的天后宫是算台湾上较早的这个庙。伊也要求这个已经敬拜上帝这个原住民爱去拜这个妈祖。真侪原住民拒绝的结果就是，这个基督徒去互郑成功的部下。有诶去用剁头，有诶去用钉十字架，有诶去用挂耳仔，有诶去用剁骹。伫17世纪，台湾诶基督徒有真侪基督徒为着信仰，忍受肉体诶痛苦，这故事无人知。就是因为因伫迄个所在非常诶痛苦，所以。到落尾，因无法度继续住伫台南即么府城迄个所在，因就走去内山，譬如讲木沙、公安那、甘马那这个所在。其实19世纪，当英国宣教师来台湾，马雅国伊头一个就伫府城传福音，可是伊伫府城传福音并无。被当地人接受，因为基本上，迄当阵住伫府城的人拢是河洛人。河洛人其实对彝族有真深的这个歧视啊。伫咱看得到的这个文献内面，你讲到西洋人，就讲红毛番。
那是马街伊的名搁较济，马街叫做乌秋番，啊，这有一本书叫做乌秋番嘛，所以咱知。可是伫伊的日记内面有搁较歹听的名，有人叫伊乌秋鬼，比番搁较迄落，伊连人都毋是哦。有人甚至叫伊叫做番仔鬼，这拢是会使伫历史文献顶面看到。所以马国伫府城的报道失败。咱伫历史的顶，咱嘛知伊伫府城的报道失败，到落尾伊就走去内山。那是伊为什么去内山的所在？因为伊伫府城，伊就听迄个当地的即个伫遐做生意的西洋人甲讲，其实伫内山内面有自称基督徒的西洋人。啊，所以马国伊就去目沙迄个所在去接触到遐个自称是基督徒。遐个自称是西洋人的遐个人遐个人群，伊讲伊看到的时阵，伊无感觉这个人是西洋人，啊，总是这个人看到马哥的时阵非常欢喜，伊叫马哥叫做啥？伊叫做红毛亲正，因称呼马哥叫做红毛亲正。伊甲马哥讲：你甲阮失落的语言带倒转来互阮，你要甲阮失落的语言带倒来互阮，啊，然后非常欢喜接受福音。所以17世纪郑成功册断的这个福音，伫19世纪又搁接起来。啊，接起来就是，实际上对南到北，马街伊拄着遐个平埔巴西族的人甲讲，你传的福音，阮已经接受过啊，阮的祖先拢知啊。啊，然后伫南部，就是遮个。当初叫郑成功，即个压迫遐个基督徒的后代，因搁再一遍搁欢喜接受福音，所以南部教会宣告是对内山的所在开始，后来才扩张到客庄，扩张到伫河洛人的即个所在。所以这就是咱教会历史内面，其实跟原住民有真深的即个关系。即17世纪接受福音的人，其实，伫我看到文献记录内面，差不多拢无河洛人，拢是原住民，就是西拉雅族的人，要不就是迄当阵住伫较中北边的即个叫做巴布萨即个族的人。所以台湾的福音是对原住民开始的，这个资料。这个物件需要去做研究，互台湾教会的人知影讲，其实上帝的脚跡伫台湾，毋是干那150年，上帝已经伫台湾有400年的这个时间，伫400年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内面，咱台湾的教会有教育的这个养分，会通来发展出咱台湾本土的这个信仰。啊，这个本土信仰是建立伫咱家己本身的历史经验顶头，这是高山信仰院要去努力的这个研究的所在。除了这个研究的主题以外，其实2015年开始，信仰院也对印尼、缅甸、印度甲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招收学生。今年有第1届的这个国际学生毕业，然后学校也甲这个国家地区，佮包括菲律宾，有交换教授、交换学生的这个计划，所以当年拢有这个国际学生来去，这对原住民的这个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宝贵的经验，因会通甲这个国际学生接触。去帮助因的语言，也帮助因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这是咱信仰院一直要努力要打拼的所在。今日咱的这个讲题是福音的起头，咱所用的这个是马太的这个
的这个家谱，耶稣的这个家谱，这个福音的起头有关，有什么款的关系？当咱讲福音的起头的时阵，是当然是上帝将拯救的这个恩典赏赐有罪的人。总是上帝的恩典也需要人的这个回应。啊，人伫什么所在、什么款的所在，甲伊相拄呢？伫实际上，咱的这个信仰是建立伫历史的基础顶面。咱对旧约圣经内面，咱看到上帝亲身带领以色列人对做奴隶的这个埃及离开迄个所在，经过旷野进入到迦南地。规本旧约圣经拢伫说明这个拯救历史的过程。那是新约时代，上帝差遣伊独生囝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社会，透过伊的教导，甚至最后透过伊的受难，来承受人类所无法度克服的这个罪恶，将改造甲拯救人生的这个人的生命这福音，传予普天下所有的人。不过，咱来会记得，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耶稣的祖先不是。所以，咱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经文是一大堆人名的这个族谱。实际上，族谱就是史料，史料本身需要经过研究、经过解读。其实，史料伊所展现的，其实伫记录后壁的人的这个生离死别，也是伊的迄个悲欢离合。咱今日读到的这个家谱，虽然讲是一堆人名，可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毋是提供资讯的尔，伊实际上伫一堆人名的背后，伊的神学的这个思考伫在内面。伊的神学思考是啥物货？其实咱来看新约圣经，除了马太福音的这个耶稣的家谱以外，另外佫一个马太路加福音伊嘛有一个家谱。这是伫路加福音书的第3章23到38节。如果咱若去比较马太的家谱甲路加的家谱，咱会发现两个家谱的写法无共款。伫马太的记录，伊是对亚伯拉罕开始往下面写，为亚伯拉罕到耶稣。那是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是对耶稣向前一直杀到上帝，是代表什么款的意义？其实马太福音书伊对亚伯拉罕开始写，伊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因为伫犹太人因的传说内面，弥赛亚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身份的记号。头一个，伊必须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个，伊必须要是大卫王的这个后代。所以，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用这两个部分来表达讲，这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那是路加，伊为耶稣向前说到上帝，伊要表达的神学就是，伊毋是伊的对象，毋是针对以色列人，伊的对象是针对所有的人。所以路加福音书伊照着将耶稣的家谱对到亚当对到上帝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天下间所有的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所有的人拢有资格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对这咱就看出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的两种无共款的神学的思考，所以因的写法都无共款。就咱来进入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头一个第一节，伊就提出耶稣是伊的身份是弥赛亚，是代表后代甲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的这个三个这个身份。所以伊一开始就讲
咱所听候这个弥赛亚已经出现啊，伊就是耶稣，所以咱只要跟对耶稣，就会通甲上帝搁好。第3节，伊提起到犹大，犹大有2个重要的这个意义。咱头先讲到耶稣，伊是王的这个后代，可是伫旧约圣经内面开始讲王，毋是对扫罗做王才开始讲。实际上，伫创世纪就已经讲到王的这个王权。记载伫创世纪的这个49章第10节，犹大雅各伫伊的这个遗嘱内面，又讲犹大要主张掌握这个王权，伊后代要久长统治，万国要向伊进贡，万民要向伊跪拜。所以伫这个所在，伊不只是干那讲出一个王，而且这个王伊的这个世系，伊的是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向伊跪拜。伊毋是一个国家的王尔，伊是所有人类的这个王。有人讲，其实这个所在就是你伫预表讲耶稣的这个做王的这个身份。可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毋干那讲要讲犹大做王的这个代志。实际上，更较重要就是，伊要讲到犹大甲他玛生囝的故事。这是记载伫创世纪38章。咱若对这个创世纪38章犹大的故事，咱就知影讲，其实他玛是犹大的新妇，一个大家甲一个新妇生囝。这是乱伦败德，这不管是伫旧约时代，还是伫今仔日，拢是无法度社会无法度接受的代志。这是违反，对咱今日来讲，这叫违反法律这条去关。若伫旧约时代，伫创世纪的时代，伊嘛是无法度接受。虽然讲伫创世纪迄当阵，因为一个制度，就是为着要保护家族的这个财产。就是讲如果若有2个后生，大汉后生娶某，结果大汉后生过身去，伊的小弟就爱娶伊阿嫂来做某，然后伊娶伊阿嫂做某了，伊生伊头一个囝，也归伊大兄，第2个才算是伊的，用安尼来，互这个家族袂断去，会通继续延续落去。可是这毋是大家甲新妇生囝，这是。干那伊小弟娶阿嫂，毋是大家甲新妇。大官歹势，大官甲新妇，所以这是无法度互人接受的这个代志。若是这个大官，伊为什么要甲伊的新妇生囝？其实伫圣经内面记载，伊有3个后生，大汉后生娶某。就是娶这个他玛，结果这个大汉后生过身去，因为圣经讲伊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甲伊性命赐去。第2个就照这个传统来娶伊阿嫂，可是伊无愿意为伊阿兄生囝，所以伊甲伊阿嫂同房的时阵，都利用技巧来避免为伊的这个阿嫂来生囝，所以上帝嘛甲伊的性命赐去。若是犹大迄当阵就惊讲，惊讲伊第3囝嘛是安尼无去，所以伊就叫这个他玛转去等伊的这个第3囝大汉。实际上，照伊的这个想法，应该是要甲这个他玛赶转去，然后伊搁另外甲伊这个后生娶某。他玛伊知影伊的这个大官的心思，所以这个他玛就利用这个。伊后来伊的大家过身了后，伊的大官的这个肉体的需要，伊假做是妓女，然后甲伊的大官生2个相生仔。所以伫耶稣的这个族谱内面，头一个虽然讲一年光，伊是这个头一个摕到王的，可是伊是
达官甲新妇生囝的一个。搁再来就是经过6代到第5节，就是撒文甲拉合生波阿斯的这个故事。撒文伊是可能是去耶利哥城的2个探子之一。这故事记载伫约书亚记的第2章全章。撒文伊入去这个耶利哥城，伊走去住伫这个拉合的厝里过暝。为什么伊会走去拉合的厝里过暝？可能伊的这个思考，伊知影拉合是一个基女，那基女一般拢是受伊的这个社会人看袂起，所以对外口人可能会较无共款的这个态度，较愿意接纳，所以伊选择去住伫这个拉合的厝里。可是拉合伊毋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女，伊个性是非常的善良，对倒伊看出来。其实拉合照圣经内面所记载，伊有伊家己的爸母，伊有伊兄弟姊妹住伫耶利哥城内底。照你讲，伊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这个普通的家庭，乃甲伊的查某囝塞去外口做基女。照我的推断，有可能拉合伊已经结婚啊，伊的丈夫过身去，伊的丈夫过身，照你讲，伊的这个丈夫的家族应该照顾伊，可是伊无生囝，所以有可能伊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家族无愿意接受伊，若是伊要倒转伊的亲人的厝里，伊的亲人也无愿意接伊倒转去。所以伊无法度生存，所以伊只好出卖家己的肉体来生存落去，来过生活。虽然伊去互伊的亲人或伊的爸母、伊的兄弟姊妹放杀，可是拉合伊是一个真善良的人。等于知影讲，这个犹太人伊伫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阵，伊替伊的亲人求情。伊替伊的爸母求情，替伊兄弟求情，甚至替当初气杀看袂起伊的人求情。如果拉合伊的个性，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阵，你气杀我嘛气杀你。可是伊毋是安尼做，伊替伊的这看袂起伊的气杀伊的人，替因求情，毋通讲。以色列人入城的时阵，莫去杀害伊的亲人。搁再来，拉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伊甲探子讲，伊知影讲，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阵，安怎样去攻击别个国家，甲因的王杀死。拉合伊甲探子讲，其实。伊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毋是以色列人教，毋是犹太人教。所以讲，伊看到其实伫犹太人背后是上帝，是上帝互以色列人会通去攻打任何所在拢赢，是上帝。因为拉合伊即种对世间上的代志看到背后的上帝，所以上帝也互拉合。成做上帝拯救世间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搁再来就是罗德甲波阿斯的故事，这记伫罗德记的内面。当然，这个故事咱拢真熟悉，我就无搁再讲。拢是内面有一个真重要一句话：当这个拿俄米要叫罗德倒转去伊的故乡的时阵，罗德对拿俄米讲：伊袂转去，伊讲，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也就是因为听到这个罗德这款的表达，所以拿俄米伊就接受罗德，后来也为伊安排，互伊的这个亲族内面的这个波阿斯带伊来做某。佮再来就是这个第6节，大卫甲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短短一句话，其实是一个足深刻的这个谴责，
大卫王是以色列人上个重要的、上个伟大的一个王，可是伊甲别人还无生囝。如果咱若看这个圣经是记载是撒母耳记下11章，咱知影这欧利亚是一个赫人，伊毋是犹太人，可是伊对这个大卫非常的敬重。但是大卫看到人的某真水，虽然欧利亚对伊非常的敬重，伊嘛是甲人的某做伙，然后生囝。所以后来拿单就用故事，上帝透过拿单警告大卫犯罪。所以看到家己可能伫这进程，大卫也搁伫享受迄种爱情的滋味，也搁伫享受伊甲即个还是欧利亚无人知影的即个代志。可是伊突然间，上帝互伊徛伫顶头看伊家己，知影家己的即个丑陋。知影家己的即个罪是偌尼啊重担，所以伊讲伊得罪上帝，所以伊甲即个拔示巴所生的头一个囝，偌久就死去。第二个则是所罗门，然后对第70到第13节开始，就是咱看到是一连串的即个国王的人名，而且大家注意就是讲。其实对所罗大卫，因的这个王权是上帝所竞选的，所以伊负责任的这个对象是上帝。总是对这个所罗门了后，伊这个王权的制度改变，因无搁再需要透过上帝竞选，只要老爸做王，伊的后生也是做王，所以人。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渐渐疏远。当然，咱对后来这先知书所讲的这代志，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甲上帝疏远，所以直到后来以色列人去向别国。这就是12节所讲的，最后连这个犹大国嘛去向掠去巴比伦的代志，然后。伫耶稣的这个教书内面，最后一个扮演领导者这位人是第13节所讲的这个所罗巴伯，这是记载伫以斯拉记的3章第8节。伫记载着这个因开始重建圣殿，内面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也有所罗巴伯这个人，所以有为所罗巴伯甲约瑟差不多10代人。拢无法度伫圣经内面找到因的事迹，表示因就变作普通的家庭。总是伫第16节，咱要注意，就是讲伊的写法甲进程无共。耶稣并毋是约瑟甲玛利亚生，圣经讲，迄个被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玛利亚生，表示讲。玛利亚是透过圣神怀孕生囝，毋是甲约瑟同房生耶稣。最后伫17节，伊讲对亚伯拉罕到大卫总共14代，对大卫到以色列比列到巴比伦也是14代，对比列的时代到基督诞生又阁是14代，拢总是42代。可是圣经伊无讲直接讲42代。伊分做34代，为什么圣经分做34代？其实就亲像咱伫讲10是完全的、圆满的这个数字，意思人是7是圆满的数字，所以14是2个7，这个34就42代，所以伊用这个42代来表示这个完全，意思就是讲。当上帝救赎的时间到了，圆满的时阵，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刻来到。这是族谱内面
所讲的这个故事，虽然讲伊是人命，可是伊内面有马太伊要表达的，伊要表达是啥物？其实伊要表达的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讲，虽然耶稣的是拯救世间人对上帝来，可是耶稣的祖先嘛是甲所有人拢共款，拢是罪人。甚至上个伟大的大帝王，伊嘛是罪人。既然每一个人拢是罪人的时阵，有啥物人通我夸口啊？你讲我都夸口讲你比大帝王搁较伟大？你讲我都夸口讲你比所罗门搁较好个？每一个人伫上帝的眼光拢是罪人，所以。因为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所以人才需要福音的拯救。这是马太福音书透过族谱，甲咱讲的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代志。我会记伫伫读新人院的时阵，捌伫教授遐听到一段故事。当时伊是相邻这个北部一间大间教会这个牧师。有一天做礼拜的时阵，有一寡清查甲一般人无共款的这个妇女来到伫教会内面来做礼拜。这个教会是伫中山北路，伫后壁是这个林松北路。林松北路，咱知影讲林松北路有真侪几条通，拢是 club， 拢是这个特种行业的这个妇女伫迄所在。所以教会人对迄个所在非常了解，所以因知影讲这人拢是对 club 来。所以当遐妇女坐椅啊，因就坐对边仔去安尼。然后礼拜结束了后，这个牧师送人客离开，这妇女走来甲牧师讲因是孙雅国牧师介绍啦，因为孙雅国牧师会去因的所在报道，因感觉孙雅国牧师的这个报道非常的感动人，因真有兴趣，想讲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款。福音是什么款的？这个内容，所以因来上人教会做礼拜。这个牧师当然非常的欢喜。然后这个妇女对牧师讲后礼拜阮搁要招搁较济阮的姊妹做伙来这个所在听牧师的讲道，因为阮今日听牧师的讲道也非常感动。因拢需要福音的这个安慰。所以果然过后礼拜有搁较侪妇女来，大家拢真欢喜倒转去。到连续3、4礼拜了，有一天教会长老走来找牧师，讲伊有代志爱甲牧师参详。这个长老甲牧师讲这个最近有真侪妇女来咱教会做礼拜。教会是一个庄严的所在，是一个圣洁的所在。这个人来教会做礼拜，破坏教会这个庄严。这长老甲牧师讲，你著爱处理这个问题。你看是要照顾这个妇女，还是照顾你家己的饭碗？如果你若是迄个牧师，你会安怎回答长老的话？无病的人毋免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这是耶稣伊咧面对上类似的情景的时阵所讲出来的话。咱长老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神学教导，就是人拢是有罪的人，所以因为人拢有罪，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对福音书内面，咱看到耶稣不管伊行到什么款的所在，拢会有一群人对伫伊的身躯边。这群人大部分拢是去互当阵的社会定义做是有罪的人，有受到医治的麻风病患者，有过了12年的妇女，甚至也有伫迄当阵社会所排斥抽强的人。因为什么爱跟对耶稣？因毋是病拢已经得到医治啊吗？其实因除了因的病得到医治以外，
其实这阵人因会跟对耶稣，因为因对耶稣的身躯感受到上帝的慈悲甲怜悯，就是因为这个慈悲甲怜悯，互这阵人愿意跟对耶稣，不管伊行到倒，就对到倒。咱今日教会生存伫这个社会，咱伫讲着福音。福音的内涵是甚物货？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互伊看到伊是一个罪人，伊需要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救赎甲上帝的怜悯。毋茫咱教会，不管是伫平地教会、伫原住民教会，人会通将上帝的疼、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慈悲怜悯分享，互咱四周的人知影。咱三个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愿感谢你，透过阮今日所读耶稣的族谱，你甲阮讲，阮拢是罪人，阮需要福音的拯救，需要你的怜悯甲疼痛。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将你的疼痛分享阮厝边的人。阮安尼感谢祈祷，是我国救主所给的圣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126首，美妙主耶稣，会唱车起立吟全首。请坐，奉献，请建成执事、伯君执事，请春燕执事。
会将车起立。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1章1节，请。咱来看第二。后礼拜的服侍人员，周间聚会的时间，甲主理的人，教育部各种的课程。过来第三页，教会小组聚会的时间，今仔日大有小组是伫下晡12:30哦，提早来12:30。奉献的名示，咱家己来看，若有顶答来甲中级反映。消息报告第5页，阮主任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任，咱欢迎林昌华牧师甲以利法拉哈神学生来到本会请安分享，并且来颁发本教会设立新学生的奖学金，经过小会审核通过。特别安排来到今日的主日，来鼓励咱新学生的努力，甲献身真做传道人。请各位兄姐为着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来需求关心代祷奉献。咱第6月份的1月的中集，咱家己注意来看。咱班来看6月份生日的名单。咱来用生日快乐歌吼，我无一个来读6月份生日的，咱的兄姐来到咱的头前，咱牧师来为着咱来代祷，我无一个读，请赶紧来到咱来台前，5楼若有的兄姐，请赶紧落来。
的景物，拢是照你的安排甲美好的旨意。主上帝特别稳定的是，阮一世间会当通过福音，通过阮长辈的传承，我会当来明白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对安尼来明白上帝国的道理，对安尼来降服对你的掌权的下面，对安尼阮进入上帝国，成做你的子民。主上帝，阮感谢你，总是阮人有缘相同款，有软弱，有无公无义的事。恳求你的信心继续来引带阮，特别是今仔日6月份这个生日的兄弟姊妹，是因庆祝因的生日的时，爱常常将一切感谢甲依靠来归乎你，也愿因所得着对你遐来的欢喜甲快乐，分享互因四周围的人，也求主继续来引带因后前圣恶路途，会当凡事也凡事拢照。要因着你的名安尼来行道，主上帝，阮将今仔日分生日兄弟姊妹交托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做来二天公，祝你生日快乐！继续报告吼，咱的本主日上午11点30分伫6楼吼，有一个财务部会吼，请会员来出席。下晡12点20分703教育部会吼，教育部的会议来提早吼，提早到12点20分。社区花艺班6月9号6月拜六上午11点30分伫705教室来举行第7期的结业式，吼，请牧师长级来同工来关心。后主日6月10号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吼，欢迎呢王荣昌牧师来到咱会，吼，咱教会来请安来分享。下晡1点伫701会议室来召开下半年度的事工协调会，吼，事工协调会，啊，到6月份的中级会，请中级团契的首长、服侍人员来出席来参加，哦，1点，哦，下晡1点，会后煞开小会。社区舞蹈班6月16号拜六上午10点伫6楼副堂举行第1期的结业式，吼，请牧师长级同工来关心。教会消息，夏季学校，吼，夏季学校品格教育营开始来报名。这期呢是叫做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吼，为拜喜开始，吼，为拜喜，拜喜，拜5、拜6礼拜，吼，咱拜喜、拜5、拜6是规工的，吼，规工的。礼拜呢是下早来参加啊，咱的主会是国小，吼，升国小1年级开始，吼。费用呢是每一人350块，350块吼。啊，请咱的兄弟吼，咱的子弟赶紧来报名吼，赶紧来报名。咱参加礼拜时阵来请刷卡吼，伫门口遐有刷卡机配咱的名牌，目的呢是咱来关怀咱的会友最近的状况，并且呢尽量到4楼，礼拜堂来礼拜就来到4楼遮。妈妈合唱团社区才艺班的分享，哦，伫今仔日下晡2点，啊，门店伫4楼甲6楼，希望来参与的演出的呢，会来听伊的观众，会当来借着这个分享会，搁较来认捌上帝，搁认捌主，吼，借着这个福音的种子，会当也伫因的心内。社区才艺班招生，吼，第2期的社区舞蹈班，第8期的社区花艺班，伫7月7号开始，哦，舞蹈班呢是上午8点30分伫6楼，花艺班呢是上午10点伫7楼705教室，包含招生的简章拢伫咱的电梯，啊，甲公报楼啊，请福音的朋友兄弟来报名。下半年度行事历甲小组行事历已经公布伫咧4楼后壁的公布栏吼，会当赶紧来看。若有毋对的，直接伫顶悬改，
也是来甲办公室来讲告解消息。第一点就是日光少年营，日光少年营6月16号伫咱教会来举行。主办单位是中会族群区会吼，但是地点呢是伫咱教会伫个拜六规工吼，对上午9点到下晡5点，所有参加夏令营吼，参加夏令营同工的训练的同工，拢必须要来参加这个日光少年营，每一人300块，每一人300块。全国妇女灵修会活出上帝眼中的你。伫6月28號到30號，7月23號到25號，吼，請咱來報名來參加。要報名的是，請簡秀柱會長吼，甲朱美玲姐妹來報名參加。中會大專曙光的書記活動，請咱家己來看。詳細資料伫個4樓的公報欄，咱遮攏有。具體消息，本會張怡君的女兒。张敏轩姐妹甲陈伟成弟兄，伫咧6月17號禮拜下晡3點，伫教會咱4樓的禮拜堂來舉行結婚感恩禮拜，歡迎邀請咱同工來兄弟來參加，為着新人來祝福代禱，按牧師來為來這來證婚。其他消息。合作社伫咧6月3號，今仔日12點吼，一共一定期的理監事會。好，以上報告，請牧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師一只做介紹以及補充報告。今仔日真歡喜通過玉山聖學院的請安主日，咱邀請到林昌華牧師一只來請安報告以及。分享咱嘛感謝以利法拉哈神學生姐妹會當來到中間一隻來分享咱這一個用普話聲帶歡迎甲感謝。好，一隻牧師嘛要代表小會以及咱整個堂教會來贈送這個獎學金。互這以利姐妹來成做伊未來不管是學業還是學師的路成做伊的幫贊。咱繼續為着咱玉山聖學院不管是因的教育裝備，還是每一個聖學生用培養出來的傳道者，因頭前學習的道路。其實牧師之前有講過，我是第5代的信徒吼。因為我的祖先就是對目沙遷徙去哩台南，做定也是迄種藥劑迄邊的師奶爺啦吼。嘿。我唔知影，我的祖先遐爾早就信主啦，吼，嘿，因的後裔都走遮遠吼，對台南走起來到桃園安尼，吼，都是迄個馬街普斯設立的這個教會安尼。好，一隻牧師嘛要來報告另外一項代志，講咱今年的下季學校已經開始來咧報名，總是即屆我有。打算講要互阮每一個中職一輸即個營服啦，吼營服所以咱即個禮拜煞吼結束，咱每一個中職去到6樓的辦公室來透量你們的衣服啦，吼即個尺寸，因為每一個工廠出來迄個寸尺無共啦，吼免得講穿迄那布地去紅的迄衫，吼來參加安尼。好嘛毋忘咱下晡吼。有一個媽媽合唱團甲社區的在野班的分享發表會，毋望咱兄弟姊妹食飯飽，都繼續留步做伙參與一即個音樂會。以上一隻做補充的報告。上言
398首。会将车起立。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阿门。请坐，祝歌。我论地下。
平安礼，请人向咱厝边隔壁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